我即件以外，要来关心桃园工厂半暝发生火烧厝。日咧半暝11点钟，准备要翻点的时，鼓山区一间工厂熊熊倒起来，消防人员出动上百个卡手，差不多1点钟后控制场面，该在无人受伤。详细情形，连线记者吴慧珊来带咱了解。慧珊。 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画面中，熊熊烈火是照亮了黑夜，整栋工厂是从这个铁门、窗户都不断来窜出大火，整个工厂是被白色的浓烟来漫步，而且耳边更是传来了这个剧烈的爆破声响，而消防人员呢，则是赶紧拉着水线持续的来灌救中，最后大约1个小时才将这场火势给稍微控制住。先带来听消防人员的稍早访问。最主要是我们3栋的联动铁皮，联动铁皮中间的存放塑胶贴纸的物品。 存放塑胶贴纸物品的仓库处于那个全面燃烧状态。那目前我们火势都已经全面控制，那准备来做周间防护及熄灭火势。好的，可以听到火势已经受到了控制。不过呢，消防队也出动上百名人力，35台消防车来灭火。根据了解呢，19号深夜11点左右，桃园龟山区的这处工厂突然发生了火警。所幸这个火势大约1个小时后是受到了控制，也幸好呢，并没有传出有人员受伤。至于起火点为何，还有失火的原因，还有待相关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。以上就为你掌握到的最新资讯。